不行，要命总行啊！谢哥，把车刷干净了啊！你不是说开车来接我的吗？别提了，上车吧，吃饭去，约会。咦，他妈的个！你有什么要求？我的个牛！我见识。Thank you. 你洗快点！这个不要吃话，吃个你的。媳妇儿，巧克力豆来。给你老公。还有一个，你看。还只有一堆啊，只有一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俩粑粑蛋啊！哎呀！我就问问你，你今天到底想干嘛？你问我想干嘛，我还问你想干嘛呢？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不照样的叫你媳妇儿，跟闲着散的。听见了吗？让着你。看你小子今天就要疯。他打的我，妈，他打的我。媳妇儿，我把这钱放在碗里面，你猜中钱在哪个碗里面，碗里面的钱就是你的。我的。老公，啊，冰箱里放的苹果呢。那苹果呀，啊，那苹果让我妈给拿走，我看你也不吃。你妈一天天的，我跟你吃的太少了。你大夏天你给妈出去多买点水果，香蕉啊，一系列的葡萄啊、西瓜，多给妈买点儿。大夏天拜拜火呀，妈。喂，妈，你听见了吧？你听见了吧？他嫌你吃的多，知道吗？他嫌你吃的多，来，来。妈呀，过来！来喽。不要！瑶瑶，我有点饿了，你能不能去把这个鸡蛋给我煮一下呢？给你了。哎呦我操！我给你煮了。哎呦！Papa l'americano